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回有分享这个爱家的智慧的第一讲，咱有提起到三个要点，就是讲，你若听你的家庭，你就爱注重迄个特殊甲伦理，爱顺服真理，爱彼此相听。咱今日要继续来看这智慧的册《箴言》的题册。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箴言》17章的第1节到第3节。有缘有对这个安怎听咱的家庭有真重要的提醒，要领受上帝话，进入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充满快乐，会当调整更新改变阮的生命。恳求主，这个时阵帮助阮，互阮的心会当静静来领受你的话，开阮智慧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照安尼去行来领受福气。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日继续顶回甲大家分享。咱顶回有讲到第3项，就是爱彼此相听。就是讲一个家庭的起造，其实是爱用听来做基础。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就咱提醒讲你若厝内底咸菜会当色艳色满厝，有真青草通好食，但是大家相济无值得用有一块饼干，大家相安，大家互相安尼平安斗阵做伙。这段经文其实是咱讲。若家庭若无和谐，咸菜你有真青草丰富的物质享受，嘛无路用。生活简单，虽然只食一块饼干，但是大家彼此相听，佫会当和睦斗阵做伙。真正是赢过一个金银满厝、有丰富享受，但是家欠不宁的家庭。所以。箴言中间，嘛有另外一句话，这句话牧师要读互大家听但是请在座的咱的女士先毋通生气我等下解说讲这句话讲，宁可住伫荒野但是袂爱甲迄个啰嗦、爱埋怨的某斗阵大但即个某会当改做丈夫，因为即摆有的丈夫比太太较啰嗦嘛当改做囡仔即摆囡仔有人真啰嗦其实意思是讲咱家庭中间只要有一个啦，不管啥物人只要着你啰嗦爱埋怨，嫌东嫌西，遐毋对遐毋对特别是咱做父母的对囡仔，咱知影，话囡仔伫遐埋怨讲我上早困也袂使，上暗困阁袂使，食上济袂使，无要食饭阁袂使，逐项都强嫌当然，咱父母听囝，咱会来指正，但是爱有方法。无事等下会继续讲。但是你若互人感觉讲，爱埋怨，真啰嗦，家庭内底一点嘛无温暖、无和谐，这个环境都无爱互人住伫迄个内底。所以圣经就是咧咱提醒讲，毋通安尼。圣经嘛，甲咱讲了解家己厝的，的确承受风啦。意思是讲，现在中文也本来翻译做带灾难入这个家门的，的确安那。破到尾就破产啦，倾家荡产。意思是讲你的家庭变做战场的话，就是把灾难带来家内底。你有搁较济的物质享受，搁较济钱财，嘛无路用。虽然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意思是讲，一个家庭若和谐、温暖。这家庭就兴旺起来，一个家庭若吵吵闹闹、无和谐，这家庭就的确丧凶，
毋是物质上的双向啊，是灵性顶面、精神顶面的双向。所以，咱来明白，要起造一个和谐家庭，上界重要的，毋是简单重视家庭的物质生活的经营，上界重要是家庭的成员中间，迄个和睦斗阵的美好，彼此相听的美好。咱看到真侪人用心计较，开真侪钱去装潢厝内底，想要起造一个理想的家庭，但是却忽略家庭幸福上界重要的因素是上帝所赏赐落来的平安。所以，如果你若疼你的家庭，你就知影讲家庭是爱起造伫疼的基础顶面，而且用平安合一的心彼此相款待。这才是真真正正。虽然做家长的，毋通真无用伫咱的家己的事业尔，但是爱顾重咱家庭中间的迄款的和谐平安。第5项，牧师要甲大家提醒就是讲，咱要疼咱的家庭的人，有人爱有方法，有人爱有理性。所以疼甲理性两项爱。平平拢受到重视。咱看到拄则所读的第20经文讲，罗卜办事聪明，的确管辖下败囝。下败囝就是不好的囝啦，无忠诚的囝。伊讲，佮要伫正囝的中间同分产业，意思讲一个有才调的罗卜赢过一个无忠诚的囝，一个聪明的老爸起造好家业，家业、家庭有产业，宁可交托互一个忠心的办事的萝卜，嘛毋通将家己的产业交互一个无忠诚的囝管理，安尼互辛辛苦苦所起造的家产全部拢败了了。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讲咱毋通教养出无忠诚的囝。为什么会教养出无忠诚的囝？就是因为咱疼囝疼到变天性，失去理性，失去理性就教出无忠诚的囝。迄伦理关系已经改变。人讲即摆现代孝子就是安那，老爸友好囝儿。所以咱台湾有人俗语讲安那，讲饲囝变做老爸。带新妇来做大家，饲查某囝别人个，结亲情来冤家，就是讲迄个彼此迄个关系中间无用正确的方式去对待，疼囝疼到失去理性，失去应该有的管教甲教导，失去做父母的尊严。上顶会牧师大家讲，你。无训练你的囡仔尊重父母，伊就袂尊重上帝。这是咧毁坏你的囡仔的生命。咱台湾嘛有一句俗语安尼讲：一代油盐酱醋，二代长衫丢裤，三代顿餐袂煮，四代就袂囝袂某。这意思是安那？一代油盐酱醋，大家足斟酌的。迄油盐酱醋，逐项都拢真节省真俭安尼累积一点产业起来，家庭环境渐渐好，所以第2代有较好的享受，就长衫丢裤，生活较舒适。一旦即款生活舒适的生活安尼延续落去，第3代要维持即款的生活佫毋知影要勤俭，就安那顿餐袂煮，家产来袂条条。第4代无米通卖拢卖了了只好卖囝卖某，规个家庭都破产。所以即句俗语其实咱提出一个真理：咱若干那留落物质上的产业，无留落维持产业的精神。随上对咱的子孙就有负面的影响。咱对真侪社会新闻中间，咱看出，有的父母留落真侪产业互囡仔，
无互这子孙真做祝福，要做因的救助。所以咱来明白，虽然家庭的和谐真重要，但是万袂当为着和谐忽略了公义，无去管教咱的囡仔，放纵因，这种是绝对毋对的。若无管教囡仔，表示无听伊，但是管教爱适度。咱听咱的囝，袂当听性，听甲理性共同重要。袂当因为听，失去了公义甲理性，比较这囡仔无长进、无受教，互囡仔变歹，这是父母的责任。免啊管教咱的囡仔，第三句经文，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拄则所读的第三句，是讲鼎为着炼银，炉为着炼金，独独耶和华锻炼人的心。咱知影要得到迄个纯的金甲银，就需要练啊，爱锻炼，爱用鼎甲炉来练。迄炼金的师傅，因就是用迄个鼎甲炉来加热，然后将迄个无纯的迄个矿物，就是内底有金有银，但是佫有足侪杂质的矿物，来放伫这鼎甲炉内底，加热了，迄矿物就扬去，扬去了，遐杂质就浮起来。你若加到一定的温度，真悬的温度，遐杂质就会烧掉，会当炼着纯的金甲银。这炼金的师傅明仔知影，这金甲炼好啊，敢已经纯啊？伊就是爱小可去照者。咱知影扬去的金属，会当咱亲像一面镜同款，会当反映人的面容嘛。伊看咧若看到伊家己的面顶面还佫有一点一点迄杂质，安尼啦，继续炼，继续来加温，互遐杂质炼到遐杂质烧掉，伊一照的时阵，完全显出迄个炼金的师傅的形象，安尼就表示炼好。上帝咧炼咱嘛是相共，咱人是用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但是人因为有罪的缘故，所以咱顶面有一寡杂质，上帝透过真侪方式咧锻炼咱，互咱拄着一寡试炼，互咱拄着一寡困难，还是互咱拄着咱爱去面对的问题，通过这个锻炼，互咱这杂质渐渐无去，哪来哪有上帝的形象？哪来哪有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安尼叫做锻炼所以咱咧锻炼囡仔，锻炼一个纯洁的囡仔，开始咱嘛是爱安尼做，咱来帮助伊，互伊哪来哪成主的模样。所以这真重要，咱来对因的生命负责任。这个锻炼的责任是在伫咱做长辈。做爸母、做阿公阿嬷，甚至咱做伊阿姑阿姨、做阿伯，拢有责任伫咱的这细囝的身上，咱拢爱锻炼因。要锻炼因啥物货？咱今日所读的第二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互咱真好的一个提醒。伊对咱讲听是上界重要的品格。咱来理解，咱会当送咱的囡仔去学真侪才艺，但是无一项会当比上帝要放伫因内底品格更加重要。咱毋知影上帝对咱的囡仔伊生命有啥物款的计划，但是咱会当替伊拍一寡基础，或未来上帝无论要带伊去倒位，伊拢会当将成功将上帝的祝福传出去。所以保罗伫遮提醒提摩太，因为咱理解保罗
拜托提摩太伫以弗所牧养即间教会，因为迄个时阵教会受到真济遮个异端的学说的影响，所以真济人信仰无稳固。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爱做正确的教导，特别爱锻炼信徒的品格。信徒的品格啥物上较重要，就是听。所以保罗讲，这命令的目的就是要激发听。这个听是对纯洁的心、谦卑的良知、纯真的信心所产生的。所以这个互咱一个学习，就是讲，咱嘛爱教咱的囡仔正确的代志，就是互伊会晓去听。耶稣所讲上介大的诫命，就是听。保罗咱提醒讲，这个听吼，是对三项代志所产生的。所以咱假是这个听，咱让对这三项代志开始来学习。牧师有三项建议。第一个就是咱来帮助咱的囡仔，互伊有纯洁的心灵。纯洁的心灵就是无迄个无好的动机啦，就是爱帮助伊做一个无自私的听。咱来理解就是讲，咱这个世界甲咱的囡仔吼，其实是爱去竞争啦。咱送囡仔去学校吼，无向中互因学习，讲爱甲因同学竞争，毋是甲因同做合作，毋是去帮助朋友，反倒是甲伊的同班的朋友去竞争。这是真无好。虽然无表面上，确实无安尼教，但是实际上咱就是鼓励因安尼做。安尼自然而然吼，这囡仔吼，伊会养成安用自我做中心，我会较重要，我袂上较重要。咱父母若佮完全满足囡仔的需要，啥物拢提供伊，滴到尾伊就是用自我做中心。我爱啥，一定爱得到啥。反正我就是我做中心嘛，咱无应该安尼，咱爱改变这个，爱改变这个，无咱就无法度教咱的囡仔，这囡仔以后大汉了，伊就无法度这社会生存啦，因为伊用自我做中心，别人拢爱满足伊的需要，伊绝对甲伊的顶司的关系绝对无好，顶司就无要照我的意思啊，伊甲上帝的关系嘛袂好。因为上帝大概无一定我祈求的拢要照我的意思啊。因为自我做中心的人就是安尼。所以咱活踮伫一个功利主义的世界，咱绝对爱教这个圣经所教示的，甲这世界无共款的。咱毋通教咱的囡仔先求家己的利益，反倒当是安那听是安那，无求家己的利益。安怎教？我有一个经验，有一遍我甲牧师娘咧分享一个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讲，我有一个朋友伊有另外一个朋友住伫美国，一个囡仔得足重的病啊，毋知要安怎，医生已经束手无策啊，毋知要安怎医治啊，只好看大家敢要替伊代祷，我就咧甲阮牧师娘咧分享。这件代志的时阵，迄阵阮的囡仔还足细汉的，伫边仔听到。到暗时，阮要做伙祈祷的时阵，突然间阮囝就讲：爸爸，你今仔有讲迄个小朋友伫美国破真重的病，无咱来替伊祈祷。我心中非常感动的，一个囡仔干那听阮咧讲话尔，就知影爱替别人祈祷。所以咱要操练咱的囡仔互伊变得无自私，就是爱对这个代祷开始。因为如果伊的世界只有伊家己，伊就拢会求什么嘛？我要祈祷的时候，我就祈祷讲，互我考试考100分，互我比我的朋友较好。我爱的物件拢爱互我。爸爸妈妈都爱买电动玩具互我。啥物事拢我爱啥物事就互我啥物事。伊祈祷就祈祷这，但是如果你若会当帮助伊开始替别人祈祷的时阵，伊的世界就踏出去啊，就无共款啊。
所以咱应该甲因分享一寡咱四周围发生的代志，互因也当了解别人的生命中间拄着的困境，因也当透过祈祷来帮助。譬如讲，咱最近上届轰动的社会新闻，就是三峡遐发生一个车祸，对无？真侪爸母拢真烦恼啊！一定会交代家己的囝讲：你也该去学校的时阵上学放学时拢爱较细腻的，注意这安全。你若交代到安尼的时阵，因会注意家己的安全啊。但是你还继续讲哇，即届发生这代志有真侪人受伤，嘛有3个人因为安尼失去因的性命，因的家庭一定真伤心、真艰苦。咱来替因祈祷好无？安尼你的囡仔伊的生命的世界就开始踏出去啊！伊知影别人有拄着困难，爱替伊祈祷。你嘛当甲你的囡仔分享讲，前一站缅甸发生地震，真侪人无好好通去读册。你即摆当去好好读册，你是足幸福的。你爱替遐个人关心遐个人，你若有零用钱，嘛当为因奉献。你嘛当替因祈祷，安尼你的囡仔的世界就去扩大。当伊的世界渐渐扩大的时阵，伊的眼界就扩大，伊就会当训练伊迄种无迄个不良动机的心。常常会当去徛伫别人的立场去想代志，这囡仔就一生得到祝福。第二项叫做谦卑的良知，谦卑的良知就是讲爱有迄个反省的能力啦。即摆真侪人无反省的能力，拢是所有的错误拢是别人毋对，家己袂毋对，所有的错误拢是别人的。即款人真困难，甲人斗阵啊！咱毋通训练咱的囡仔变做安尼，咱要互伊有反省的能力。反省的能力对倒来？对读圣经来啊！圣经指导正确的道理，互咱知影咱家己有罪，咱家己是软弱的。虽然每一礼拜拢有金句，你的细囝若有送来主日学的。伊伫主日学内底一定有品格的教育，一定有圣经的教育，你着甲伊复习，互伊会当去反省。毋是咧全家咧暗倒的时阵，大家着做伙来反省。我今日有做啥物代志，甲因做了无啥对，我讲啥物话讲了无啥对，我以后要改变。是我做啥物对的代志，我爱继续保持。心内有迄个透过圣经。上帝有诶，迄个反省诶能力，即个囡仔自然而然，伊做代志就会较谨慎。第三项叫做纯真诶信心，就是对上帝绝对诶忠实啊。知影敬畏上帝，伊知影讲，我做即件代志，老爸无看到，老师无看到，无一个人看到，但是上帝有咧看。所以我袂当轻轻在做，我一定要真认真讲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代志。安尼，互伊知影，伊对上帝爱有全心的挖靠。即种物呢，操练对敬拜，对敬畏上帝，对敬拜上帝来操练。所以，咱会当真认真，互咱的囡仔对祈祷、对圣经、对敬拜开始操练。这真做伊一世人的祝福，因为一个会晓替别人祈祷，会晓家己做自我反省，将上帝话记牢伫伊心，专心倚靠上帝的人，伊就一世人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会为你的家庭带来真大的祝福，为你的家庭起造真实的平安。这是上帝予咱上界宝贵的产业。请咱爱一代传一代，咱伫教会中间卖相共，
咱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愿上帝亲自透过安尼来祝福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恳求你教阮三甲之地，保守看顾阮的一切，特别是阮的家庭，愿将伊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